手机有放大器耶，年老的长辈啊，要看那个字很小，很辛苦，很吃力。现在用放大器功能，现在刚刚已经设定好了，现在按三下，画面按三下，放大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画面放大了，哇，字可以变这么大。来按三下就复原了，跑出范围外了。17到22号要小心气候变化。再按三下，有放大器，放大器就是这个画面会放大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字都变这么大了。对，还有一个怎么设定跑到那个快捷键呢？那个还没有熟练，还没有设。如何让它跑到快捷键？你看，放大以后字还很清楚。只是放大，左右滑动不容易耶，只能上下滑动，左右不容易滑动哎。你看这个叫放大功能了。然后来看相机，看相机哦，你看按三下，你看马上就滑过来了，这样有清楚吗？还会补强呢，你看，夜间还会自动补光，还可以拍照嘞。晚上看烧拍，可能光线不够，可能还是没有办法。手机的光还是手电筒的光还是有限的，不过已经很清楚了。按三下恢复哦，没有按别的地方，不能按那个圆圈圈恢复了。神奇耶，这个怎么设定的？来看设定，去找到那个无障碍，可以啊，更多设定，里面有一个无障碍，啊，快捷按键快捷方式是相机吗？按2下电源键，可选手势与按键动作。按2下电源键，就跑到相机了。也有人按3下电源键就出来了呢。按2下电源键相机就会跑出来了。按2下电源键，相机就会出来了。那现在按2下看看。